要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出場先。好，分別就係我來州時尚集團形象大使黃曉明小姐，同埋2018年亞洲小姐 IG 人氣大獎得主李子玲小姐。好啦，嗱呢一位佳麗咧，我對佢有少少認識，因為我上個禮拜咧翻嚟做呢個記者會嗰陣時咧，佢話：阿 K 哥，你記住我啊，我係幾多號啊，好 friendly 嘅，真係怪得佢攞到呢個人氣大獎啦。好，2019年網絡人氣大獎嘅得主咧就係11號康怡 Monique。恭喜晒，康怡今年29歲，係一名平面設計師。亦都要唔該晒兩位嘅頒獎嘉賓。Monique你好。係你好。我好記得咧，係咪我哋之前咧宣傳咧拜神嗰日咧，你真係同我講，哎呀陳生，我係呢11號啊，記住我啊，嗰個係咪你嚟㗎？係，嗰個係我嚟。你埋少少咪。係好。難怪啦，你咁即係咁 social 咧，即係抵你攞到呢個網絡人氣大獎㗎喎，好嘢啊！而家問你一個問題，假如有呢個海嘯嘅來襲啊，世界上只可以剩翻兩個人，一個係你，另一個會係邊個咧？如果真係海嘯發生嘅話咧，我希望除咗我之外，我會留低我爺爺，因為我爺爺係我人生之中最尊敬嘅人。咁我喺佢身上咧學到好多嘢嘅。咁雖然佢而家唔喺度啦已經，但係喺佢生前咧，佢係一位醫生。咁我喺身上就學到其實待人咧一定要真誠，同埋要好有禮貌。講得非常好啊！好，唔該晒康怡，我哋有請13號佳麗。一定要講一個。如果你真係要我揀一個嘅話咧，我會覺得 Natalie 1號咧係最突出同埋最出色嘅，因為佢個高度已經係我哋全部佳麗最高嗰一個。咁佢個高度突出啫。係，咁佢個人都好好嘅。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可能選個冠軍出嚟嘅話，我覺得最高選出嚟係會優勢。Hello 大家好。咁咧我都我覺得每一位佳麗咧其實都有各有優處啦，有優勢啦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Natalie 咧會係我心目中嘅冠軍嚟嘅。我唔係選籃球隊啊，選美啊，你咧？我覺得最好嘅咧係2號，因為咧佢唔單止外在美，都有內在美。佢英國讀完 master 之後咧，佢仲係好擅長中國舞，而且仲識講普通話、英文同埋廣東話嘅，所以我覺得佢可以代表我哋香港出去展現世界嘅華人之美。你分析得好啲。